新闻来关心鸡卵，国内鸡卵产地价数呢一礼拜，以产地价数来讲，即马剩30块半，这是2年来上俗的。是讲民众拢无啥物感觉，因为伊伫早餐店加一轮两油原时差不多15块，业者是进门来表示讲，这有考虑到其他的成本。蛋真的太贵了，超市买蛋也是一样的价钱。换碳鸡卵的价数伤贵啊，不过其实即摆两价已经是2年以来上价价数。国内鸡卵产地价数直直落，为年初每台斤42块，落到即马30块半，落超过10块。批发的价数为5月中开始，嘛为每台斤45块，来到即马40块。不过民众实际消费感受煞真无共款。因为一个有品牌的蛋也不过一个10块钱，他卖我一个20块钱，卖这么贵的价格，你凭什么？我觉得这边的早餐店实在太贵了。之前是真的贵很多啦，对。那现在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就差不多，觉得就是这个价。觉得可能不会再降了，希望可以啊，因为以前没那么贵。两变俗，不过真侪食路口的民众都无感觉。到早餐店或者是餐厅食饭，想要加一粒卵，嘛是爱15块到20块。一颗蛋的成本差不多4、5块，不会再做异动，因为单以成本来讲，不是只有蛋的层面，人力啊、物料啊，其实都是相关的。考虑到其他成本，店家认为除非批发的价数降到30左右，才有机会调整价数。不过即马大环境能收济，部分的业者甚至卖库存，传出小卖价数一斤35块，比行情更加低。蛋糕的啦，有用蛋的啦，对不对？自助餐啦，蛋都卖便宜一点啦，尽量降价。蛋尽量多销一点啦。根据农业部统计，进前鸡卵每日产量维持伫咧12万多箱，超过台湾人一天12万箱的需求。考虑到5月前后算是消费小亏，迄热对到学生免上课，对卵的需求会搁再变少。工会呼吁整个产业链拢爱调控，若是为着互消费者拢感受会到，嘛希望增加销量，促进鸡卵的买起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